术水个好，搁将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台湾话俗语有当着啊，毋是干那社会老辈伫咧讲，伫咧应用。咱若以现代管理学的角度，学问原来真饱，你敢要信？来，头一句我来讲，讲有真济时阵，消息互相无相接，会制造误会，会产生误解。有一句话讲，会晓偷食，袂晓切喙。咱做公司的主管，看到员工出去外口，往往让对方厂商会摕3不如，会摕礼品交代。转来这项要总经理，这项要董事长，这项要科长，结果伊拢总共地落落地啊。主管就会念讲你会晓偷食，袂晓切喙。咱即句话用食咧比拼的俗语，咱嘛知影偷食你若惊人知，喙安尼油油爱切切的，结果毋是啦。会晓偷食，你阁袂晓切喙，你敢无想讲人对方厂商原来会敲电话甲我讲我有寄礼品呢，我一项要总经理，一项要董事长，拢总寄10组呢，结果你拢总甲递落去。讲来到这吼，做新路的原来有话通好用，这是正正台湾话管理学的知识哦，各种叫你探讨哦。咱原来用这来做比拼俗语话，做新路的甲主管应讲无影哦，你毋通互瞒骗哦。过去老爸一句话讲卖面的看人煞油哦，有的迄面单吼，你若穿西装干领大去食，理由就加煞我。平平共款一碗50啦，伊若看到迄个穿浅拖薄分人的，油都毋甘煞，这样怎样解说？煞毋知影共分大细汉就对啦。所以吼，咱的厂商无影赶到10下礼，无影讲3不如摕遮济，要头家，要主管，要董事长，无哦。人伊原来甲咱分大细汉，嫌咱小经公司哦。啊，若我对公司是真尽忠哦，这个做新的，佮甲主管应，讲我哩向是无趁汤，也无趁粒哦。即句原来俗语话，原来用这做比拼，咱知影，一碗面安尼大碗捧过来，内底有汤，啊，佮有粒，有的煮较青草的，你若海产，有的有虾啊，有的有丸啊，啊，佮连味安尼真大碗，看得真好食款。我无甲你得到半点。我无趁汤，我汤无重，无甲你卡起来，嘛无趁粒，我嘛无甲你提起来。我对公司是清清白白哦。现代管理学的知识应用古早用这做比拼的俗语话，原来遮精彩，原来遮丰富，原来遮趣味，就对了。